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尊贵的左亲公婆仁波切，仁波切您好。你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是想要跟仁波切请教有关佛堂布置的这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在所有的居士家，常常都会看到有些人会有装上一个佛堂。那么想请问仁波切，有佛堂跟没有佛堂有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如果有佛堂的话，对家里的人或我们这些居士有没有什么好处跟修行上？这个方面来说的，就如果是讲起来的话，就佛像的功德很大，佛堂的功德同样的就非常大。但是最简单的讲的话，在一个修行人的家里面有一个佛堂，刚是针对修行来说的，就是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呢？修行主要是能够圆满的，就是两种质量。两种质量呢，就是直接讲到就是福德质量跟智慧质量。所以圆满福德质量的话，那就主要是作为供养来圆满福德质量是最快速的。所以供养的对象是三宝，那三宝的所以是可以作为供养的对象。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自己的家里面可以用水、用花、用锅这些来可以圆满很多的供养的这个福德质量的方法来说到，必须得家里有一个佛堂才可以做得到的。那其他那就是在这些佛像跟佛堂的功德来说到，佛像是什么呢？佛像是可以直接代表佛的。那佛释迦牟尼佛真正的在世界的时候那就没有遇到的这些众生呢，有他不在的这个时间当中，佛像当然相当也是可以代表佛陀来可以作为供养。所以就是有一个佛像的存在，这不要说是一个家庭，整个的一个区域的很多的障碍都会自然而然排除，而且是带来很多非常好的福报跟缘起。所以就功德来说的就非常非常大。那如果是一个修行人的家里面没有佛堂的话，那想要做一个顶礼，或者是做一个礼拜，或者做一个供养对象都没有。所以就这个是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的就必须得要的。对。好，非常感谢仁波切。所以佛堂有佛堂是非常好的。那么假设我们要在家里真的想要有一个佛堂的话，在有没有什么样的禁忌，要怎么样来摆设这个佛堂？佛堂的摆设来说呢，主要是佛菩萨的画像，像比如说佛像，然后唐卡佛经这些是主要的那个佛像的主要的那个供养的对象。那这个佛堂的位置来说到一个家庭里面呢，就是选择最高的地方，或者是如果是有独立的空间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独立的空间的话，如果是在自己的客厅里面，或者是在甚至自己的房间里面也可以，但是这些都是要选择最好的位置，然后就要供上去。那供养的就是主要是唐卡必须得要挂在最上面，然后再放佛像，然后在这个佛像跟金属这两个的位置来说的话，就金属的位置必须得要高过佛像的，也这样的话就可以。但是这个前后的话就没有关系，但是上下的话就必须得要这样安排的。对。那再请教一下仁波切，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佛像，他们是说有没有规定说佛像要供几尊啊，或者是要多少前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禁忌，有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好，佛像的数量来说的就没有关系的，都是多少都可以，只有一尊也可以，或者是有多少都可以，没有关系的。但是以代表性的去供的话，那就是佛菩萨本尊护法空性，以这样圆满五种的代表性就可以。如果是没有的话，只有一尊也可以，或者是那就有多少尊的佛像，全部都是佛陀的像也可以，全部都是菩萨的像也可以。这个是根据自己的条件根据自己能得到的
哪些佛像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并没有说是一定要多少尊才是可以，或者是不能少于多少，或者不能多于多少，没有这些选择。但是它的前后顺序来说的话，那当然是有释迦牟尼的佛像的话，就是放在最中间，可以说是最高的位置。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只有莲花生大师的话，那就莲花生大师的佛像是放得最高的，或者是最中间。其实莲花生大师跟释迦牟尼佛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其实所有的佛菩萨都本身来说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区别性的，本性是一体的。但是以自己的个人的修持方面来说的话，以自己的本尊是作为是最为重要的位置，这个是可以。而且如果是佛像的张眼，今天如果是佛陀的像是很小的，那就是有菩萨的像是很高的很大的，像比如说一尊观音菩萨的佛像是很大的，刚好就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大的很张眼的佛像。然后佛陀的像也有，但是佛陀的佛像只是听到了一个小小的，那也是可以把这个大的佛像作为主要的主尊也是可以的。佛菩萨是没有任何分别心的，又并不是说一定要是释迦牟尼佛的像才是主要的，然后再就是其他的要摆这样，也并不是这样的。像比如说一个度母殿，那主要的主尊就是六度母，但是也是旁边一定有释迦牟尼佛的像的。也是没有说是因为有释迦牟尼佛的像的称在，所以就是度母殿里面的主尊是不能变成是度母，没有这种说法的。如果是一个观音殿，主要的佛像是观音菩萨，但是里面一定也有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莲花生大师，都一定会有，阿弥陀佛也一样，药师佛也一样，都会有。但是这个都并不能说是，并不需要说佛陀，所以就是必须得要一个佛堂里面主尊必须得要扮成佛陀，然后菩萨才是会排到第二个，没有这样的分别心。因为佛菩萨其实来说的就没有任何分别心的，根据自己的能够可以在因缘，可以说是因缘。你今天听到的一个佛像是金刚萨埵佛，或者是文殊菩萨也好，任何一个佛像，哪一个佛像是最张眼最大？你为了这个整个的佛堂的整体的张眼，你把这个最大的佛像放在最中间，然后其他的小的佛像都是放在左右的话，都可以的，这个没有区别。对。谢谢仁波切，很开心有听到这些。那因为我们其实有听说，就是我们要在供奉这些不论大小佛像啊，那是不是需要有师父开光或装藏？对，装藏是必须的要，而且装藏一定要如理如法才是最正确的、最好的。如果佛菩萨的像是里面是空的，没有装藏的情况下，供上去的话，也许可能也是不好，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会这个方面有很多的要求。如果是佛菩萨的像就是放在空的供上去的时候，会里面进入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所以就是没有佛菩萨的称在。刚是一个像就不会是有称在的，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到，就必须得要有藏藏。那有些佛像是小小的，然后里面也没有任何空的这种只是可以藏藏的那个地方，那种来说到就没有什么关系。除了那样以外，是必须得要有藏藏的，因为就是佛像没有藏藏是不可以的，而且藏藏以后也是必须得要开光。藏藏开光以后，真正的会变成完整的一个佛的效力。如果是没有藏藏开光之前呢，只是一个像而已，所以就当然是针对这一个释迦牟尼的佛的像，然后就是做顶礼是可以，作为一个皈依的弟子，应该是也这样去做。但是真正的供起来的效力，如果是说有没有佛菩萨的加持，上面有没有佛菩萨的称赞来说的，必须得要有藏藏，然后经过开光以后可以的，对，仁波切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真的有佛堂了，有开光也装藏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如理如法的供养？那如果我们有时候大家如果不在家，那要该怎么办？好，那这个也是比较重要，因为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个供养的对象和供品的顺序就常常就是有颠倒的。像比如说鲜花很漂亮，但是有些人呢，就是鲜花放在比佛陀的像更高，那当然是整体的这个一个佛堂的庄严度来说的，应该也是可以说是很庄严。但是这个实际上来说的，鲜花也好，水果也好，
还有甚至刚刚我们在看过的那些就是贡品，像比如说有一些拔吉像的，或者是七珍八宝的这些像，无论是任何材质做出来的，金银珠宝任何材质做出来的，主要的贡品的方面，那就必须得要放在佛像的前面或者是低于佛像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是没有在低于佛像的地方，因为刚好空间的位置只有一个平台的话，也是佛像放在最里面，然后在它的前面可以放这些金属，可以放最里面，然后在前面放佛像。金属跟佛像是可以前后，但是不能上下。上下的话就是金属必须得要在佛像的上面，佛像不能在金属的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前后的话就是金属放后面，然后佛像放它的前面，然后在这个前面摆这个贡品，相当就是那这个是主要是我们人类做供养呢，就是主要是修行的人就是人，所以根据我们自己吃饭一样的道理，所以相当我们所喜欢的这些吃的东西都不能摆在自己的头上，必须得要摆在自己的前面。同样的道理，水也一样，花也一样，香也一样，全部都是摆在前面。那花这些来说的也是并不是说吃的，但是也是看的，然后就是供养给佛陀看的。那这些都是又有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误会的了解的一个问题，相当就是今天我们对供养佛菩萨的这些水果也好，水也好，还有香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贡品，多玛狮子也好，这些都是不是佛菩萨来使用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自己需要这些，我们自己对自己实践的物质没有断除执着的情况下，我们拿来做供养佛陀才可以能够清楚自己的执着。那这个方面来说呢，对于佛菩萨而言，就是你今天供什么样子的水果都无所谓，佛菩萨根本就是不存在来使用你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我们必须得要清楚。但是我们必须得要用最亲近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最好跟最不好的这两个的这个怎么说呢？差别在哪里，或者是怎么样子去拼哪一个是最好，哪一个是最不好，这是看个人的喜欢。主要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金银珠宝也好，或者饮食也好，食物也好，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物品，都是主要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都可以供养的。然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不可以供养，供养也没有功德那其他的像比如说在很多的其他的宗教，就是相当实践法当中来说到，就那供养神跟供养佛这两个不一样的。佛教徒供养佛感，那就是有些其他的宗教供养神，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供养神的话，神是真的需要吃这些东西的，那供养佛是不需要吃这些东西，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就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我们供养佛菩萨的东西是一定要佛菩萨使用，所以相当就是我们供养一个佛堂，很多人都是认为是养一个宠物一样的去看的话，那是不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有些人们说我家里有一个佛堂的话，我出差的时候没有时间供，那怎么办呢？然后我每天没有办法供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会这样想，那这个是错误。因为这个来说的，你今天家里养一个宠物的话，它每天都要吃饭，如果你出国没有人照顾它的话，那当然是不行了。但是供养佛堂是不是这样的？但是神就类似差不多了。如果是神的话，实践神大多数都是恶鬼来的。那恶鬼跟这些实践神来说的，整天到晚都是对这些你的贡品是会有一定的贪性。如果是今天没有供养的时候，他也是会不开心的。所以佛菩萨是完全已经严厉了实践的一切执着，而且是严厉了实践轮回，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的完全不同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供呢？因为佛陀已经是严厉了实践的一切执着，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供养佛陀呢？这样去想的话，这并不是佛陀需要的，这就是我们自己需要的。我们自己要
能够得到佛一样的境界，所以我们要今天供养佛陀的像来圆满我们的福德质量。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必须得要知道，不然很多人就是说今天听到在什么地方改一个寺庙，或者改一个佛像的那个佛像，或者是改一个佛堂的时候，大家都说，真的是佛菩萨真的没有地方住吗？需要那么多的寺庙是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佛堂是真的那么多的佛菩萨没有地方住吗？会有这种问题，这都是很平常的实践人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怎么说呢？经过闻思修的这样的佛的听闻佛法的这个过程没有经过的，没有怎么说呢？佛陀的理论上面特别深入的了解的人，那就是只有这样去问，而且是他们有那个怎么说呢？神的概念今天就是要帮一个神做一个神塔或者是神堂，有这种的概念，那就相当于是神没有地方住，所以我就帮他做一个神堂，所以他可以住那里，就是可以保佑我，有这种的想法，所以这个跟实践法跟佛法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有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当然你出国的时候没有供养佛堂，没有办法供佛堂没有办法供佛，那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相当就是你今天供养佛供水供灯供香，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功课，那这就是你的修行。那修行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你没有办法修的时候也是，只是你没有做到这个功德而已，但是没有什么这个因为没有做这个，所以就会出什么问题，这些都不存在的。所以就在家里供一个佛堂供一个佛，如果是甚至你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的供养，这是刚是一个佛像摆在家里面，也是你不要以为说释迦牟尼佛一直摆在我的家里面，我都没有供养他，所以有点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我都有点不敢看他那种问题也是有存在的，因为曾经有一些人也是问过我，所以这些来说到就并不重要的。但是家里总是有一个佛像跟没有佛像是差很多的。家里有一个佛像的话，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像比如说传染病还有一些不好的这种就是有的没有的很多的障碍是一定可以接触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就非常重要的。好。哇，我们今天非常欢喜能够听到仁波切这一番的开示。那么我们也期许大家在家里都有一个如理如法、非常庄严的佛堂，然后广大能够聚集所有的资粮。谢谢大家，再次感谢仁波切，谢谢大家。